香港著名代理商咧 Basco 咧正式宣布成為 Thermaltake 嘅代理商啦，並且咧陸續引入唔同嘅產品喎。咁我先為大家介紹咧 CPU 嘅散熱產品先。第一款咧就係 SpinQ VT 啦，呢款外形咧同埋效能咧都係非常之強勁嘅喎。而第二款咧用咗中文名靜為產品嘅名稱嘅，聽個名咧就知係靜啦，同時間咧效能亦都非常之好嘅喎。而第三款咧就係 Feel 啦，西班牙文嘅意思就係解凍啦。咁佢用5條8mm嘅導熱管啦，專為咧超頻熱設計㗎。咁現時嘅 CPU 咧超上4GB咧，用佢就最啱啦。提到 TT 咧，大家一定會記得佢設計獨特嘅機箱款式啦。Basco 代理咧已經為大家咧帶嚟唔同嘅機箱款式咧，已經嚟臨到咧老場㗎啦。機箱款式咧，首推咧就係佢Armor嘅系列啦，用咗咧幾何圖案嘅設計啦，同時間咧內部咧係非常之實用噶，並且咧提供咧 USB 3.0嘅接頭啦，全機箱免螺絲嘅安裝設計喎。當然仲有 TT 嘅電源系列啦，首推介嘅咧就係 Touch Power 嘅系列啦。呢系列嘅火牛咧得到80+ 嘅驗證啦，同時間咧有 Cable Management 嘅喎。而鏡頭面前呢款咧外形設計咧就真係更加靚啦，優雅嘅外表，十足嘅火力啊！ Basco 咧仲會引入享譽全美電競界嘅 gaming 產品 TT eSport 系列，有 Dark 嘅 gaming mouse 啦，最高4000個 DPI 嘅喎，反應咧非常之靈敏啦，玩 online game 就啱晒。有好 mouse 咧，當然有好鍵盤啦，佢就係咧呢家 G1 啦。咁佢用咗咧 Cherry 嘅黑軸啦，咁喺平時打機嘅上嚟咧，反應非常之敏捷啦，唔會按咗好似冇按嘅感覺嘅喎。喺發佈會當日咧 ，Basco 嘅同事黃先生咧，仲為我哋介紹咧 TT 咧同唔同品牌咧一齊咧推出嘅合作產品嘅喎。最著名嘅咧，莫過於咧同 BMW 合作咧推出機箱款式 Level 10啦。Level 10機箱咧結合咗咧建築上嘅美學啦，同時間咧賽車上邊嘅氣流學啦，打造出咧一個世界知名嘅機箱款式啦。希望咧 Basco Technology 咧之後引入咁多咁正嘅 TT 產品啦，等到香港嘅 DIY user 咧有好嘢玩啦。